迎收睇蛋撻 TV 台海特別篇，我係佘 A 曼。兩會熱辣辣落幕，台獨小丑團即時開工。民進黨高官喺美國收錢買樓，開親子班，教台灣後生仔去金門當人肉沙包。台獨口號變，家族遺產。台灣藝人轉個微博標籤，竟然被罰到傾家蕩產。國際列強想借台灣生事，王毅外長一句直接 KO 全場。蛋撻評論員同你踢爆台獨愛台面具背後嘅賣台收據。大家好，我係蛋撻評論員 Carmen。民進黨班友教精我哋咩咁叫專業賣台。沈伯洋收 CIA 銀紙喺曼哈頓買 penthouse 返台灣開班教細路，用 PS 建國做抗中韭菜，仲要掛羊頭賣狗肉，改名叫黑熊親子學院。喂，抌生啊！你不如開堂台獨理財課啦！第一節教點樣將後生嘅熱血套現做美國物業管理費，第二節教點樣着草走佬前拍條抗中遺言呃流量，班政客仲癲過荷里活編劇，日日喺議會扮護台英雄，轉頭就收大陸訂單賺人民幣。最搞笑係侯佩岑、歐陽娜娜嗰班藝人喺微博轉發中國台灣省踢台當局，嚇到即 call 網軍洗版，仲要學小學生罰抄我愛台灣100次。哇！原來台灣嘅民主自由就係自由到連 emoji 都冇自由。當年費翔上春晚寫台灣歌手理直氣壯，而家連個省字都變禁語，嚴正警告。任何藝人未經批准使用中國台灣省標籤，最高可判冇得同許光漢拍吻戲。國際小丑劇場同樣精彩，日本右翼政客幻想自己係台海蝙蝠俠，王毅外長一句借台生事，即係幫日本找死，直接送佢地上頭條，真當自己係鬼滅之刃大哥煉獄杏壽郎。實情連沖繩美軍基地廁所塞咗都要寫英文報告申請通佢。菲律賓果丹南海 cosplay 仲搞笑，白宮寫劇本 CNN 做直播，阿基諾三世連喊驚都要對嘴型，仲要 NG 20次。王毅話冇觀眾想佢重播，簡直講出東民心聲。收皮啦，茄喱啡！最陰公係台灣後生仔，俾人賣咗，仲要幫民進黨數銀紙。高官送仔女去美國飲紅酒鋸牛扒，就叫你哋去金門飲鹹水，食過期30年嘅軍用罐頭。大陸開放福建團客遊台，台當局嚇到即刻成立抗中防疫指揮部，驚乜嘢啊？驚大陸阿中發現台灣夜市收人民幣仲着數過新台幣。全國人大代表陶俊踢爆，連哪吒2喺台灣上畫都要抽生死簽，搞到後生要破飛上海嘅 IMAX。呢啲唔係文化防疫，係智商隔離啊！美金入沈山袋，炮灰入青年 bloodstream， 演技入綠營 DNA， 稀土入黑熊口袋。21世紀最大謊言就係民進黨將維持現狀包裝成獨立選項。實際上，國際空間越玩越縮，大陸戰機越飛越近，美國軍火商將帳單跌到上天花板。班政客日日話台灣有民意，但民意明明係食安樂茶飯，唔係要食導彈啊！你問下基隆漁民，佢哋要嘅係兩岸共護釣魚島漁場，定係日日同日本海警玩魷魚遊戲？唯獨大陸堅持用對話拆彈，用發展鋪路。選擇台獨等於選擇做美國嘅人肉盾牌，選擇交流肯定可以做個有尊嚴嘅中國台灣省同胞。關注蛋撻 TV，我哋下次再見。